给大家献起一块，是不是绿的？看，哇，来，竖立的，撕开看一下啊，看，好神奇呀！好可惜呀，钉了嘴一样。这个有没有见过这种绿色的？看，反正在我们福建是没有这种颜色。姐姐放一下，好酷。抬起头，忽然间才发现，好漂亮啊！一直倒退，哇，倒退到原点，对着光呢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时间。